个新闻继续来看，南投高中积极来参加到日本樱花科技的计划，安排2个国家的学生实地来参访。日前，日本宫城县仙台第一高校的学生特别来到台湾，甲南投高中的学生来进行专题发表，借着无同国家的交流，来拓展着学生的眼界。 学生认真用英语来发表研究，随国门开放，日本仙台高中进前特别来到南投高中进行参访，让两校的老师学生拢感觉真欢喜。在今年疫情解封之后，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来到我们学校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无论是台湾的学生，或者是日本的学生，拢特别来发表专题研究。要研究专题对学生来讲已经真无简单，佮要用英文来解说，让大家拢感觉真有挑战性，除了增加知识，嘛是使到无共国家文化。我觉得除了英文的交流、专业的素养之外，学生探究实作的能力，透过这个活动之后，确实有不同的表现。借由无共国家学生来做交流，让大家学到无共领域的知识，嘛是最后两校的感情更加深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